五行元素擁有乜嘢顏色嘅特徵？當佢與人嘅思想接觸時，會衍生啲乜嘢行為？又係如何影響人嘅情緒，而形成自動性，駕馭命運，創造人生？同時對應喺我哋生活常態裏邊嘅五件事，又隱藏住乜嘢息息相關嘅奧妙關係？金元素隱藏住吸引力法則嘅功能，影響住人嘅專注力。喺古代，金係富貴同皇權嘅象徵，而人嘅專注力正係創造財富嘅泉源。金元素嘅特徵顏色係白色、銀色同金色。呢啲顏色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邊，象徵住大氣同雍容華貴。當接觸人嘅思想時，會令人感覺貴重，而產生喜悅同激憤嘅行為。例如，無論係邊個，只要佢衣着光鮮，加上穿金戴銀，呢種配搭嘅打扮，象徵住大氣同雍容華貴，所以自然就會顯示出富貴嘅磁場。而當人接觸金銀珠寶首飾時，心情就會處於開心同歡樂嘅狀態。尤其喺我哋無意間，只要受到金光閃閃嘅刺激，自然就會將注意力投向金光閃閃嘅方向。同樣，建築物嘅設計要有大氣同金碧輝煌嘅效果，佢嘅主題就以金元素脫離唔到關係。金元素接觸人嘅思想時，會提升人嘅專注力，令人產生喜悅同處於激憤嘅狀態。而人嘅專注力同激憤嘅心態，正係創造財富嘅泉源。所以金元素對應喺我哋嘅生活常態裏面，代表住經濟同財富。而人生擁有咗財務自由，生活就會過得自在快樂同充滿力量。水元素隱藏住平衡法則嘅功能，接觸思想時可以提升人嘅表達能力，而人嘅表達能力正係促進人際關係嘅泉源。佢嘅特徵顏色係藍色同黑色。藍色與黑色係海與天之間嘅顏色，而海深不可測，天空同樣遙遠而不可及。佢哋同樣都潛藏住神秘、舒適、夢幻同廣闊嘅意義。所以呢兩種顏色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亦象徵住平靜、舒適、夢幻同廣闊。當接觸人嘅思想時，會舒緩情緒，而令人進入平和嘅狀態。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當進入夜深，就會處於寧靜嘅環境。呢種平和寧靜環境嘅氛圍，會令人感覺神秘，同時有效幫助煩躁嘅心情活得舒緩。所以夜深人靜，呢種平和寧靜環境嘅氛圍，會滋潤情感，舒緩心情，而令人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同樣，從科學嘅角度，喺藍色同黑色佈置嘅環境，呢兩種顏色配搭嘅氛圍，亦可以有效產生舒緩心情嘅作用，令人煩躁嘅心情活得平衡。水元素接觸人嘅思想時，會舒緩情緒，令人嘅心情慢慢進入平和嘅狀態，而提升人嘅表達能力。而人嘅表達能力正係駕馭人際關係嘅泉源。所以水元素對應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代表住人緣同人際關係。而人生擁有和諧嘅人際關係，係令生活過得開心、
快樂嘅泉源。木元素隱藏住自然法則嘅功能，接觸思想時會令人鬆弛神經、放鬆心情，而活得清晰嘅思維。佢嘅特徵顏色係青色同綠色，呢兩種顏色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象徵住生命、森林同大海。喺大自然中，當我哋身處於森林或沙灘時，就會有回歸自然嘅感覺，內心感覺和諧、放鬆同自在，思維就會慢慢進入清晰嘅狀態。同樣，從科學嘅角度，只要運用青色同綠色佈置環境，呢兩種顏色配搭嘅氛圍就會起到鬆弛神經嘅作用，有效幫助放鬆緊繃嘅情緒，而令人嘅思維慢慢進入清晰嘅狀態。木元素接觸人嘅思想時，會鬆弛神經，令人放鬆心情，感覺輕鬆自在，而令思維進入清晰嘅狀態。人只有喺清晰思維嘅狀態下，正能夠認清自己，揾到人生嘅理想同使命。而人嘅理想同使命，正係提升人品德行，令人向住目標實踐夢想，成就偉業嘅根源。所以木元素對應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代表住事業同工作。而人生能夠做自己中意嘅工作或事業，生活就會覺得充實同有意義。火元素隱藏住成長法則嘅功能，接觸思想時會激發人嘅熱情同幹勁，而人嘅熱情同幹勁正係人體活力與健康嘅泉源。佢嘅特徵顏色係紅色同橙色。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橙色嘅象徵代表住力量同積極，而紅色嘅象徵代表住勇氣同熱心。呢兩種顏色同時亦代表住陽光。陽光係生命嘅泉源，亦係活力奔放同朝氣嘅象徵。而人體嘅活力同健康脫離唔到關係。自古東方人都會認同紅色同橙色代表住吉祥、樂觀同喜慶嘅象徵，所以每逢過年過節或辦喜慶，從服裝、用具同各種裝飾配備，佢哋都會選擇紅色或橙色作為主題。而當喺創作廣告或寫文案時，要起到警惕嘅作用，只有喺重要嘅字眼放上紅色，自然就會產生警惕嘅作用。火元素接觸人嘅思想時，會令人感覺積極，而激發人嘅熱情同幹勁。而人嘅熱情同幹勁，正係人體活力與健康嘅泉源。所以火元素對應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代表住活力同健康。而人生中健康唔係第一，而係唯一。如果冇咗健康，其他一切都唔再重要。土元素愛嘅法則，隱藏住生化嘅功能，接觸思想時會激發人嘅方向感同信心，而衍生生化嘅功能，令人產生包容同毅力嘅精神。佢嘅特徵顏色係黃色同棕色，呢兩種顏色係源於光嘅色澤，係一種閃耀於光中嘅色彩，而光係照亮黑暗嘅泉源，象徵住方向、信心同權力。所以呢兩種顏色
喺我哋生活嘅常態裏面，象徵住溫馨、光明、誠摯同正義。所謂夕陽無限美，當人處於夕陽閃耀嘅黃光氛圍下，人嘅心境就會處於和諧嘅狀態。喺閃耀嘅黃光氛圍生化嘅作用下，心情就會愉悅，而衍生愛同溫馨嘅感受。而人生萬事喺成長嘅過程中，是否能夠和諧發展，都與愛脫離唔到關係。因為愛係組成生命力同永恆嘅泉源。土元素接觸人嘅思想時，會激發人嘅方向感同信心，而令人衍生包容同毅力嘅精神。包容同毅力嘅精神係愛嘅泉源，愛更係助人創建溫馨嘅家庭，受到人人嘅尊重同享受天倫之樂嘅根源。所以土元素喺我哋生活嘅常態中，代表住愛同家庭。呢5種元素嘅特徵顏色，正係影響人嘅思想，形成自動性行為，而介意命運創造人生嘅泉源。同時對應喺我哋生活常態裏面嘅5件事情，更係帶領人生向往幸福快樂嘅指標。人生只有能夠用心咁處理好呢5件事，就能夠享受生活中嘅從容、自在、開心同幸福快樂。到底5行與人生命運嘅走向潛藏住乜嘢奧妙嘅關係？點解有啲人喺生活中總係無法處理好5行對應喺我哋生活常態裏面代表嘅5件事情？例如金元素代表住經濟同財富。喺經濟嘅問題上，有啲人嘅入息總係左手入右手出，而有啲人更係入不敷出。水元素代表住人緣同人際關係。喺人際關係上，有啲人身邊經常圍繞住各種嘅小人，造成各種人事上嘅矛盾、誤解同衝突，每日生活喺是非同怨恨之中。木元素代表住事業同工作。喺事業同工作上，有啲人為咗生活，每日都喺度做自己討厭嘅工作，受住痛苦嘅煎熬。火元素代表住活力同健康。喺健康嘅問題上，有啲人體弱多病，疾病纏身。仲有土元素代表住愛同家庭。關於愛情與家人嘅關係，有啲人總係無法和睦咁共處，每日吵吵鬧鬧，生活喺不滿之中，令人生處於十字路口，尋尋覓覓。到底呢啲與5行又有乜嘢關係？俗語話：人在3界內，身在5行中，指嘅係人與天地萬物係一個整體，無法分割。佢哋係組成人生中萬事與萬物嘅泉源，當中相生相克嘅規律與相輔相成嘅法則，更係作為推動同維持事物和諧循環發展、變化同成長嘅核心。所以人嘅命運雖然各有定數，但係萬事與萬物皆起源於人與5行元素。當中完整嘅5行元素同蘊含住嘅規則，係創造和諧人生嘅核心。而5行元素對應喺我哋生活常態裏面嘅5件事情，更係帶領人生向往幸福快樂嘅指標。所以佢哋就猶如影印機中5種齊全顏色嘅主軸，
例如一部只有2種顏色嘅影印機，影印出個畫面，雖然我哋可以睇得清楚，但係只有2種顏色，始終無法影印出栩栩如生嘅畫面。而同樣喺我哋嘅生活中，雖然未能處理好生活常態裏面某個元素代表嘅事情，但係我哋嘅生活仍然係如常運作，只係當中無法活得享受生活中嘅幸福同快樂。而一部擁有5種齊全顏色嘅影印機，影印出嘅畫面不但睇得清楚，仲可以影印出栩栩如生嘅畫面。因為5種齊全嘅顏色係影印出栩栩如生畫面嘅核心。所以當一個人喺命理中缺少咗某個元素，或者某個元素比較弱或比較強嘅時候，將會直接影響呢個人喺人生嘅路徑中產生某些障礙或波折。呢啲就係我哋經常聽到嘅，當一個人五行缺少咗乜嘢，邊一方面就會唔順。例如一位五行屬金而缺少咗水元素嘅金型人，此人個性意志堅強，為人講話雖少，但係語出驚人，敢於冒險，言出必行，即使面對挫折亦不畏懼退縮，係一位擁有才能嘅領導者。點解一位擁有領導才能嘅金型人喺命運嘅走向會冇貴人相助？因為當一個人本命屬金，缺少咗水元素，而五行相生嘅規律係金生水，喺五行規律嘅法則中，金要成氣就必須要運用水加工拋光後，正可以形成氣。所以當本命五行屬金，缺少咗水元素時，呢個人生命運嘅走向就會猶如一件未經拋光嘅金飾，呈現唔出黃金中金光閃耀嘅價值。雖然金係屬於一種高價值嘅物質，但係喺五行規律嘅法則中，要呈現金嘅價值，就必須運用水加工拋光後，正可以呈現金光閃耀嘅價值。而水元素代表住人緣同人際關係，所以當本命屬金缺少咗水元素時，將導致此人嘅個性過於自我，凡事太過於要求完美，形成喺人生嘅路徑中處事往往急於表現，而喺不知覺下造成鋒芒不露，導致得不到別人嘅認同同支持，造成人際關係不佳，形成身邊缺乏咗貴人嘅輔助，所以發揮唔出本身潛在嘅價值，而大事難成。所以呢個人喺人生嘅路徑上，往往面對嘅際遇就會猶如未經拋光嘅金飾，無法呈現出本身金光閃耀嘅價值。由於人與五行係一個整體，無法分割，所以人生命運嘅走向係可以從本命以環境組成嘅一組關鍵數字中，隱藏住人嘅正負面個性同代表住五行嘅含義中揾到答案。如果要活得準確嘅計算同預測個人命運嘅走向同人生路徑中嘅點點滴滴，首先必須要活得一組本命同環境因素所組成嘅關鍵數字，而呢組關鍵數字
更必須以此人喺日常生活中處理重要事務嘅時候脫離唔到關係，然後再配合上一套隱藏住以命運人生擁有相同規則嘅原理作為理據嘅計算方式，就可以活得準確咁計算同預測個人命運嘅走向同人生路徑中嘅點點滴滴。下一集將會根據行為學同信念學嘅原理，同大家分享數字中潛藏住人嘅正負面個性與五行嘅含義，同命運人生嘅走向隱藏住乜嘢息息相關嘅奧妙關係。了解喺20世紀虛幻實境嘅世界中，2號同0號呢兩個數字中隱藏住乜嘢信息？喺呢個資訊泛濫、虛幻實境嘅時代生活，我哋又要點樣正可以捉住趨勢，成為贏家？